尤其今年係一個國際泥土年啦，國際泥土年係即係可能我係比較早去提出呢樣嘢，都係大家應該關心泥土。呢個原因好簡單，就係香港有4500公頃嘅農地嚇，講緊係知唔知香港有幾多公頃啊？全香港有幾多公頃？飲啖水，即係我講全香港嘅陸地有幾多公頃？11萬公頃嚇，4500公頃係講緊4%嘅，即係全香港有4%嘅地其實仲係農地嚟嘅。如果你計埋嗰啲綠化帶，即係最近新聞每日都會見到啲綠化帶，即係政府不斷將嗰啲綠化帶變成起住宅用地咁樣啦。綠化帶仲更加之多嚇，有13000-14000公頃嚇，所以兩樣加埋咧，綠化帶加農地咧係接近2萬公頃，或者係一啲即係相關嘅一啲咁樣嘅所謂鄉郊嘅未被破壞嘅土地啦嚇，即係唔計嗰啲變咗貨櫃場啊、廢車場嗰啲，接近2萬公頃嚇，即係接近香港差唔多係1/5嘅土地都仲係呢一啲咁樣嘅土地嚟嚇。點解我突然間飛去呢度先？係你講食物教育，不過都要知農地。係啦，唔係咁，所以唔係好簡單啦。嗰接近2萬公頃全部都係泥土嚟㗎嘛。咁而家政府話俾你聽，即係等陣會講啦，係嘛？即係政府嘅農業政策會點樣去 present 呢樣嘢咧？咁我覺得國際泥土年就係一個好好嘅一個嘅契機啦。即係我哋一方面係講緊農業政策啦，講緊譬如蔬菜嘅生產啦，係嘛？講緊食物嘅，即係無論係食物安全啦，即係我哋係咪依賴入口即係大陸菜啦，或者係我哋對食物嗰個嘅期望啦，即係我諗唔單止係好食或者係平或者係安全啦，而且係實際上食物本身係同我哋嘅成個歷史啊、文化啊、社區好多嘢係有關係啦。咁當然即係我諗天天地士生活館就係一個最佳嘅例子，去推廣緊呢啲咁嘅嘢啦，係嘛？即係食物同泥土同土地同我哋嘅文化好多係全部係有掛鈎嘅時候啦，咁所以我覺得亦都係即係無論係頭先我講緊嘅所有呢啲咁樣嘅而家香港面對緊嘅處境啦，以至到係國際泥土年咧，都係一個好嘅契機，同時去推一啲食物教育嘅嘢。咁但係好慘就係我其實本來即係我哋曾經提過，就係大概3-4個月前，我哋差唔多係即係全時間咁樣去做一啲研究，因為臨急抱佛腳要去回應嗰個即係政府一路話年底會出呢個諮詢咁樣啦。咁啊好慘地就係其實我應該將大部分嘅時間擺喺農業政策嘅，但係就不斷地其實就 side track 咗，或者係用咗好多時間去諗呢啲嘢包括係即係亦都係我撩起啦，呢個係我自己衰啦，係嘛？即係我講咗呢個泥土年呢件事出嚟咧，就大量嘅朋友對呢樣嘢有興趣，就不斷搞咗好多活動嘅其實咁我希望你即係都會有機會一齊去傾下有啲咩可以搞咁於是我又成日就搞咗好多古靈精怪嘢，又冇去研究呢個啦咁直到今日要講嘅時候，咁我就真係要的起心肝啦，因為我應承咗人咧，就要喺3月底個諮詢結束之前要出本書嘅咁就自己就寫唔切啦，咁而家就掹咗阿姚松炎中大地理系嘅姚松炎，咁有人寫一半咁樣啦咁希望搞得掂啦。咁呢幾日就重新去，我唔知點解即係12月尾1月咧，我其實每年都係會冬眠嘅，唔識喐嘅，個腦又唔識喐，成個人都係會凍得滯咧，跟住咧係啲嘢咧係去唔到咁樣，所以今日要講，所以一定要將呢件事開翻工咁樣啦。咁如果大家有睇過嗰個諮詢文件咧，就其實好簡單嚟講，佢係分咗4 part 嘅，即係個建議係4 part 嘅。最重要或者係大90%嘅新聞報導都會講地嗰個問題啦。跟住頭先阿 Dora 有提過嗰個嘅持續發展基金啦，係咪？即係一啲嘅配對基金啦。跟住第3個建議咧，佢就將銷售同技術擺埋一齊嘅。咁我覺得呢兩樣嘢係應該分開嘅。即係話政府可以點樣去進一步去推廣本地農業嗰個銷售或者係一啲嘅推廣活動啦。同時亦都係涉及一啲技術嘅提升，或者係頭先都話提過啲高科技嗰啲咁嗰啲嘢啦。而第4個部分咧就係同生產冇關嘅，即係非生產嘅，就係一啲嘅，譬如休閒，佢會講到民宿啦，佢會講到同教育有關嘅一啲嘅其他。咁頭嗰
全部呢啲就係生態有關嘅嘢。咁我講咗幾耐？你仲有時間嘅？係啊，你講。我睇下可唔可以講遠少少啫？可以啊，你仲有20分鐘。20分鐘唔好夠喎。可以加時嘅。我哋喺1個月前其實就主辦咗一個，即係嗰時未出過諮詢文件。咁我覺得而家啱啱好就係1個月後咁樣啦。即係諮詢文件出之前，我哋其實搞咗一個研討會，嗰日都即係有成10幾個講者咁樣啦。咁就大家有興趣可以睇翻我哋嗰個Facebook 嘅 page， 或者係即係而家全部我哋傾農業政策嗰班 friend 嗰個 page 上叫拉闊本土農業個 page， 大家可以 add 自己啦。如果你唔 add 你都睇到嘅，因為 open 嘅 group 嚟嘅，唔係 page 係 group 嚟嘅。咁我哋當日其中一個我或者我哋啲朋友聽完，有冇人去過？冇啊！你係啦，你最印象深刻係邊個？14個人講啊！而家諗翻係6腳鴨咯，即係我最記得多講嘅。頭先講最勁講8分鐘咯，活動我覺得好多人話8分鐘可以宣傳啲活動，即刻即係報爆。係啦，因為你哋個群組好似有成唔知幾萬人定10萬嘅。冇咁多。係咪幾萬？幾千嚟。好似都好犀利，跟住社署都揾佢去講湯，係嘛？係啊，6腳鴨係。但係就呢邊啦。如果農業政策咧，我同我啲 friend 其實其中一個比較印象深刻就係朱凱廸，當然都係我嘅 partner 啦。佢其實就講咗一啲我未聽過嘅嘢，就係佢其實講翻一個古仔，即係所以我話點解拆翻，即係一啲比較年代久遠嘅嘢啦。拆開另外一個就係其實另外一個類似嘅人物叫周思忠，我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啦，喺生活館耕緊田咁樣啦。咁佢亦都幫緊我手做一啲香港嗰啲農業嘅歷史一啲檔案啊，或者係一啲譬如比較似人類學嗰啲啲鄉郊嘅，佢 cultural study 嘅一啲鄉郊嘅文化保育啊，一啲文化遺產咁樣嘅角度啦。咁但係朱凱廸嗰日主要講一樣嘢就係咧，其實我哋喺50年代之前咧，當然係因為即係二戰啦，係咪？跟住解放啦。其實有大量嘅新移民湧入㗎嘛，喺49年前後。咁當時咧就之前就其實大部分係原居民啦，而佢哋係擁有香港嘅即係鄉郊嘅絕大部分嘅土地啦，係咪？好明顯佢哋係地主啦。而跟住喺49年前後落嚟香港嗰啲咧，我哋簡單嚟講就叫田農啦，即係租地嘅。係去向地主租地，同時係首先咧就以前原居民咧主要係種米嘅。咁你而家見到而家香港都有幾個復耕啦，係咪？塱原大家應該知道啦。咁另外二澳啦，我哋啲朋友喺二澳啦。另外荔枝窩就可能玩下少少咁咯，即係應該就未有得賣嘅。咁都係其實係重新去恢復翻種米啦，係嘛？其實最後一塊米田喺1980年代，即係30年前已經冇咗㗎啦。即係香港人一路冇人種米，去到塱原，即係10年前開始又種翻啲米咁樣啦。但係就當然唔係大規模生產啦，係咪？咁但係其實我頭先講緊去到1949年前啦，主要1950年代咧，就其實大量嘅呢啲咁樣嘅新移民或者田民咧，佢哋就係轉做種菜嘅。個原因係其實跟住朱凱廸嘅講法咧，係政府有意識咁樣去推動。第一當然人口增加，即係對新鮮蔬菜嗰個需求係大咗啦。但係更加重要嘅就係其實新移民有好多揾唔到工，嗰時未有好多工廠，咁佢哋要種俾自己食，而且咧就其實好大程度上係其實係一個分而治，即係英國佬最中意分而治之㗎，就係推動啲新移民去種菜，同時咧就好搞笑，原來咧咪成日英國啊都冇好多餐館嘅。好多香港啲原居民喺嗰度開餐館，原來咧有個移民嘅計劃嘅喎，嗰時就係專課，淨係原居民可以參加嘅喎，就係請你哋走咁樣咯，跟住就放翻啲地出嚟就俾佢哋種菜咁樣咯，真係咁樣喎，好非常之搞笑喎，我覺得聽落就係話咧喺50、60年代開始咧，就大量嗰啲稻田就
即係消失啦嚇，跟住就變成種菜啦。同時就當然係由田農去主導咗成個農業嘅發展啦。原居民當然一來可能移咗民啦，冇移民嗰啲通常係有錢嗰啲咁嘅收租啊，唔使做啦係嘛嚇。咁就其實呢個就係嗰個嘅成個香港嘅農，即係而家遺留落嚟歷史就係喺嗰時建立嘅，即係香港主要係種菜，唔係種麥。咁當然亦都仲有養豬啊、養雞嗰啲咁樣嚇。第二樣嘢咧就涉及呢樣嘢。同樣地喺其實好早，我唔知點解會咁早，應該即係啱啱打完二戰之後咧，政府就已經成立咗一個叫 VMO 嘅蔬菜統營處嘅組織，佢就會係同好多嘅主要係新移民嘅 V 當然係種菜啦嘅一啲嘅合作社，即係而家係統稱為呢個新界菜聯社。全名唔記得，記唔記得？算啦，唔記得。菜聯社係嘛？菜聯社。主要係即係同全世界各地嘅好多嘅農業組織一樣啦，都係用合作社嘅模式嘅。佢話佢自己合作社。以前係啦。2000幾個會員咯，嘛有。係。就通過菜統處，即係長沙灣通州街黐住嗰度，就去出菜嘅。即係主要係一個統一銷售嘅一個渠道。咁當然呢班人咧就其實係呢班人嘅某啲嘅精英即係結合啦，咁亦都係英國政府或者港英政府嘅一啲嘅政策嚟嘅，即係話咧其實呢班人就係同原居民係抗衡啊嘛，即係一啲政治勢力嚟到抗衡啦同時亦都係防止當時嘅所謂即係共產黨嘅滲透咁樣，去穩定香港嘅呢個民心咁樣啦因為你食，你最基本就係要解決食嘅問題咁樣。呢個背景之下咧，咁終於嚟到今日呢個新農業政策銷售，而家現況香港現況全部係俾 VMO 鏈住嘅，而 VMO 講緊菜聯社背後嗰一大班嘅合作社咧，係講緊可能最舊嗰個可能都30-40年歷史，即係去到之後，因為其實頭先講緊50-60年代啦，係咪？去到70年代其實都係一路升緊嘅，即係種米就已經差唔多去到尾聲啦但係種菜咧去到70-80年代都仲係一路升緊嘅當然大家都知道就係1978年之後開始就會有一啲叫公港嘅，點解咁樣？公港賽場啦。咁就其實1980年開始呢度咁啊，即係截咗香港啦。咁呢度咧，其實應該咁講，某程度上就係呢班人係咪？佢就走咗上去大陸就開場，就等於你上去開製衣廠一樣，即係招商引資啊，有好多嘅政策優惠啊，俾你上去開工廠一樣咁開賽場。咁就其實就當然就係同一班嘅人就上咗去開場，但係咧都係用翻呢個咁嘅渠道嚟到去。出菜噶嘛，VMO 出菜噶嘛，即係到今時今日都係咁就即係好似多華頭先嗰個講法合作社本身咧個名就喺度但係其實90%或者超過90%嘅人已經唔種菜噶啦或者一係就丟荒，因為你同大陸嗰啲菜嗰個價格冇得競爭啦第二就係你真係想種嗰啲，你要翻大陸種啦，你唔可以香港種啦，係嘛？於是嗰啲嘅所謂嘅合作社其實就全部掛個名喺度。跟住每年咧，因為呢個係一個 NGO 嚟㗎，即係唔係政府俾錢，亦都唔係政府喺呢度會抽傭㗎嘛，就會唔知喺長沙灣賣一斤菜就會抽幾多傭咁樣，咁每年咪分咯，即當然合作社要繼續存在，因為有錢分㗎嘛，咁即係話咧，全部大陸嚟嗰啲菜佢都一樣有錢分㗎，咁而家就係即係好簡單，即係好似講得越嚟越太滋味啊，簡單嚟講咧。就係而家香港嘅買菜，即係我哋每日喺街市賣菜嗰個市場咧，就係由 VMO 壟斷嘅。而 VMO 背後咧就係一大班佢哋其實係搞緊農業嘅人，係嘛？係賺緊好多錢嘅人，但係佢哋啲農場全部唔喺香港，喺大陸㗎嘛，係嘛？跟住有一啲搞笑嘅，經常會即係每次啲農友，即係尤其搞有機，我頭先提過，係過去呢10幾年即係出現咗大量呢啲咁嘅有機農場啦，係咪？或者係有啲新興啦，有啲就可能係佢堅持喺香港種，但係細規模嗰隻啦，
喺香港你好難做到一啲同大陸即係完全冇，大陸可能一個賽場講緊幾百公頃咁樣啦。啊，香港你肯定通常都唔會即係超過1公頃咁樣。知唔知1公頃有幾大？足球場。係啦，非常之好啦，即係你條跑道100米咁即係旺角場喺度，100米乘100米就係1公頃啦。啊，咁兌換翻尺咧就係11萬尺，11萬尺。咁而家啲有機農場通常係講緊1/3公頃去到2/3公頃咁樣，即係5-6萬尺咁樣。當然就係話頭先講緊嗰啲搞笑嘢就係而家好多呢啲咁嘅有機農場佢出賽，如果佢要去賽路處出賽，有2隻籃嘅，即係全部統一用嗰種菜籃咁大個去出賽嘅。咁就綠色嗰隻籃就係叫常規，即係普通嘅菜啦。咁橙色嗰隻籃就係出我應該冇搞錯啊。橙色嗰隻籃係有機菜啦。咁通常個古仔就係你拎咗啲菜去長沙灣咧，佢就會幫你擺3日啦。跟住就話俾你聽5蚊，即係會幫你可能5蚊斤咁樣即係散出去啦。但係3日之後就會話喂5蚊斤冇人要喎，跟住成籃俾翻你咁樣。點解咧係嘛？點解咧？佢嗰個生意根本就唔係喺你而家有機或者香港本身嗰啲嘅農場嗰度，佢真正嘅生意喺大陸度。OK 咁呢個銷售嗰個問題啦。跟住講翻地啦，正如頭先講緊，當然啲地仲係有好多係無非2樣嘢，一個就係原居民嘅手上啦。頭先我提過就係有4500公，而家仲有4500公頃㗎。喺60年代、70年代高峰期，其實香港應該有接近2萬公頃嘅農地嘅，即係有1/5嘅。即香港有11萬公頃啊嘛，係咪？咁就當然亦都有一大部分喺1976年嗰個嘅郊野公園條例嘅時候就劃咗入郊野公園㗎嘛。咁就當然亦都有好多就慢慢荒廢咗啦。咁但係實際上呢4500公頃而家都係得700公頃係真係耕緊嘅，即係都真係有大部分係荒廢咗嘅。咁咩原因？咁當然呢個就係拗得好緊要啦。其中一樣嘢就係即係確實係原本耕田啲人翻晒大陸啊嘛，咁你邊個耕翻我啲田啊？係嘛？咁啊丟荒咗啦。但係其實呢4500公頃裏邊咧，我諗保守估計都最少有1500公頃咧，就喺4大地產商手上，即係譬如呢啲數全部喺譬如恒基佢嘅年報係有寫嘅，即係佢有幾多農地喺手咁樣嗰啲啊，即係豪俾你咁啊，無啦啦又捐啲出嚟搞青年宿舍咁啊，係嘛？喺馬田博村，嗰啲全部係農地嚟㗎，即係地產商團嗰啲地係全部係農地嚟㗎。咁通常佢團咗之後咧，就譬如四叔咁先算啦嚇，即係佢一方面就會即係譬如而家好慈善咁樣捐地回歸社會咁樣啦嚇，另外一方面就會揾啲黑社會去趕啲農民走啦嚇，收地啦嚇。當然馬屎埔嗰啲經常都會面對啲，又係恒基啦係咪？咁嘅情況啦，咁你想耕都冇得耕㗎，其實即係因為通常喺50年代開始耕嗰啲，佢係講緊一啲嘅散村啦，即係非原居民村啦，即係譬如上田村呢類啦，或者馬屎埔咁樣啦，即係原居民村當然而家大部分已經變咗丁屋係3層，四正一排排嗰啲叫原居民村或者圍村嗰啲啦，而散村咧就通常係得1層嘅，就你會覺得可能嗰啲係咪真係即係合法啊，或者係有少少僭建啊，即係感覺係嗰啲係嘛？有啲係鐵皮啊，嗰啲我哋叫寮屋嗰啲就係叫散村或者非原居民村啦。咁你好簡單就係如果俾啲地產商收咗，佢又要趕你走嘅時候，其實你揾唔到下一個，因為你冇可能起翻一間嘅寮屋出嚟㗎嘛。寮屋已經即係晨早已經唔可以再起㗎。咁於是咪買少見少啦。即係如果佢要被逼遷嘅時候，佢基本上尤其係上咗年紀嗰啲老人家，咁佢冇可能再去搬咗去另外一度去重新去揾翻一塊田嚟耕㗎。咁所以空置究竟係因為啲農民自己唔耕啊，或者越嚟越老唔耕啊，抑或其實俾人逼遷逼到冇得耕咧？咁2個原因都有啦，我相信。OK， 但係個問題咧就係、正如我頭先講咧，就係、你想耕嘅時候，咁你可以去邊度咧？係嘛？當然嗰啲大地產商佢唔會將啲田租出嚟
即係俾你耕田啦，講笑嘅啫，即係一年收嗰幾萬蚊租，得鬼閒你咁係嘛？團地即係呢個叫囤積土地係嘛？即係囤積土地就擺喺度，或者揾鐵絲網圍住佢，要嚟生草或者遲啲趁你唔覺眼就倒啲泥頭落去係嘛？仲要係而家倒泥頭咧，唔超過1.2米咧係唔犯法嘅咁樣。你可能倒少少咁啊，總之滲下咁嗰度就會嗰塊農地就已經唔係農地㗎啦。咁遲啲就可以係申請，我不如擺啲貨櫃上去啦，係咪申請搞第二樣嘢啦？滲下咁嗰啲農地就會越嚟越變咗唔係農地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可能主要係啲原居民或者係一啲嘅同地產個關係比較少嘅一啲嘅地主啦。咁佢會唔會租出嚟咧？咁第一佢如果租俾即係可以，當然有非法同合法嘅兩種啦。即係如果你可以合法地變成一個貨櫃場嘅時候，而家一般嚟講嗰個嘅租金可以去到農地嘅4到5倍。咁我係地主，咁我當然亦都會係盡可能千方百計地合法就可以合法，唔合法都要夾硬將啲農地變成一啲嘅所謂嘅後勤工業用地啦，或者我哋而家泛稱叫棕土，我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啊？即係因為政府都陳茂波好似琴日又啱啱講啦，即係經常會用棕土呢個咁嘅字，即係其實主要講緊新界嘅一啲已破壞嘅土地啦，主要係講緊貨櫃場或者廢車場呢類咁樣嘅土地啦。OK， 我當佢唔會變成棕土亦都唔會變成地產商囤積嘅土地，我係原居民係嘛？尤其有啲叫太公地，即係話咧係祠堂擁有嘅地咁就好少會賣嘅，因為即係祠堂即係全部啲男丁都有份咁樣，咁就通常唔賣嘅。咁佢會唔會租俾你咧？都會嘅但係就好煩啦，即係要祠堂好多人一齊去決定啦咁或者係如果唔係祠堂嘅，咁可能有啲人都會肯繼續租出嚟嘅，咁但係佢又會及住你啦，係嘛？譬如話你係咪可以搞燒烤場啦，係嘛？搞唔知啦，打野戰啦，係嘛？都即係冇改變用途啦，係嘛？咁咪嘣一聲又會加租加得好勁，係嘛？或者譬如講一個我都唔知係咪又係有啲搞笑嘅，即係 Hello Kitty 有冇聽過 Hello Kitty 農場？全世界第一個 Hello Kitty 農場喺香港啊嘛，仲要喺呢個錦上路嗰一站隔離嘅。我日日都行錦上路，但係我唔知嘅，亦都唔會諗住去玩啊嘛。佢好搞笑嘅嗰個人咧，姓張我記得。佢應該2年前咧又話自己成日病啦，就死咁樣啦個農場係經歷過逼遷唔知2次啦都真係執笠嘅時候就突然間呢個 Hello Kitty 出現咁樣啦，打救咗佢啦，就喺1年前就開咗一個叫 Hello Kitty 嘅農場啦咩叫有冇去過？好簡單嘅就係個農場當然都會繼續種菜啦，或者搞好多嘅一啲嘅即係休閒農業嘅活動啦個分別就係每一埲牆或者每一個牌或者係嗰啲台凳都會加上大量嘅 Hello Kitty 嘅彩色嘅公仔咁樣啦。譬如有一個好搞笑，佢有2張相前後對，有一張相就會好多指路牌，即係你通常你去到譬如公園或者去海洋公園啦，好多指路牌，呢邊係養羊嘅，邊邊養豬嘅，咁有好多指路牌啦咁原本都係有個指路牌嘅，咁跟住咧而家就上面加咗一隻 Hello Kitty 喺上面咁樣啦，跟住佢就話啲人排隊喺度影相咁樣啦個古仔係咩咧？就係當佢即係個地主發覺佢唔係地主，佢租地嘅當佢發覺個地主發覺佢，咦你掂喎你，譬如搞燒烤場你掂喎咁啊梗係出年即刻加你租啦，係嘛？或者係將啲租約本來以前係通常係租10年嘅，就變5年啦，5年就變3年啦。而家最新嘅講法可能租1年俾你啦，即係好似租屋咁樣啦。咁你點耕咧？係嘛？你好多農具啊，你好多嘅機，你開地你都要做好多嘢啦已經
1年基本上係唔使講啦，已經冇得加根本就係。加租加幾多咧？我唔記得佢話幾時加佢租啊，即係 Hello Kitty 嗰個。佢總之見你好似交得起租，跟住話加租俾你啊！我非常之願意同你合作啦，同你繼續租俾你啊！不過加30倍租俾你啊！我聽過加租加30倍咁即係通常而家農戶面對就係呢啲咁嘅問題啦即係簡單嚟講，我頭先就係講咗2個啦，亦都係我喺上個禮拜去參加一個嘅大江埔，即係錦田嗰邊嘅主要嘅一啲嘅女姐係嚟，女姐唔係錦田，唔係佢係錦田，係啊錦田。咁佢哋就開咗一個會啦。咁基本上佢哋都係主要講呢樣，即係話第一我租唔到地，或者我租地係我預測唔到我未來3-5年我嗰塊地點樣。第二就係我俾頭先已經講咗，俾 VMO 卡死我啲菜出唔到，你俾佢彈翻轉頭，佢壟斷獨市嘅係嘛 ？OK， 呢兩個係譬如用翻我上個禮拜同佢哋傾咧，呢兩個係佢哋主要 concern 嘅嘢。而家政府講緊咩咧？而家政府講緊我哋而家活躍嘅耕地有70公頃啦，但係政府而家推嗰個農業園係幾多？70公頃至80公頃。而家活躍耕地嘅1/10，全香港嘅農地嘅1/60。咁佢咪某程度上，咁佢唔係冇回應啦，我咪回應咗你地嘅問題咯。你冇地咩？我而家咪話70公頃，呢70公頃一定係要嚟耕田嘅，一定唔會變地產啦，係咪？一定唔會改用途嘅。好簡單啦。當然第一個問題，剩翻嗰啲點咧？淨係70公頃要嚟耕喎。而家政府嘅第一個建議農業園係嘛？其他嘅，譬如我通常而家嘅講法就係其他4400幾公頃嗰邊，佢同農業政策有冇關係咧？政府會點樣睇咧？其他嗰啲公頃，呢4000幾公頃咧？咁佢已經俾咗，即係俾咗呢個豉油你啦嘛，即係俾咗着數你嘛，同埋佢係政府仲講緊幾十億去收呢70公頃啊嘛。咁其他嗰啲喺其他地區，即係呢70公頃以外耕緊嗰啲人，咁點咧？有冇得耕？其實咧，當然政府就唔會。或者因為高永文負責啦，係咪？而家食物衞生局負責啦，佢當然唔會同你講其他啲點做啦嚇。但係我 friend 即係阿高唔係高，何俊賢係嘛嚇？成日見到佢啦，當然係嘛？知唔知邊個？漁農界嘅功能組別代表下，去翻正題啦。漁農界嘅功能組別代表嚇，咁我成日見到佢啦嘅係嘛？我仲以為佢轉咗功能組別嚇，咩組別咧？你估下？我仲以為佢轉咗地產界佢真係講到明，或者你好簡單，即係民建聯盟之前出咗一份佢嘅農業政策嘅白皮書咁樣啦，即係你一 search 就會揾到啦。佢講到明嘅，呢個係雙贏嘅局面啊嘛。我哋要耕田，你咪政府會幫你啦，係嘛？其他嗰啲咧，咩叫雙贏咧？就係同時政府要釋放好多土地要嚟發展啊嘛，我哋而家即係呢個房屋極度短缺啊嘛，咁於是咪可以交換咯。一方面政府會輔助農業，另外一方面可以釋放其他土地起樓。呢個係民建聯講到明嘅嘢，政府冇講到明嘅嘢。同樣地，民建聯亦都喺嗰份嘢，我今日啱啱詳細打開嚟睇，即係民建聯嗰份長達70頁嘅漁農業嘅建議書裏邊，依然保留咗之前我冇揾過任何白紙黑字，因為佢係有報導過嘅，即係何俊賢同阿陳克勤曾經講過嘅，就係一個叫做生態農業村，好似睇下先。
生態農業村嘅東西嚇，咁係咩嚟嘅咧？大家估啊？綜合農業村啊，係咩嚟嘅咧？當然啦，即係同頭先嗰個一樣啦，即係一個雙贏嘅局面嚟嘅。即係而家嗰啲空置嘅農地就梗係要嚟起樓啦嚇。咁但係同時咧，政府就可以去促進農業發展喎。點促進咧？就搞一啲叫綜合農業村啦。咁啊 Amy 應該知啦，係嘛？即係我同阿 Emily 傾咗幾個月都係嗰樣嘢啦。就係、其實呢個係民建聯嘅建議嚟嘅，就係佢唔單即係政府可能嗰70公頃就肯定唔喺嗰度，但係民建聯咧就會更加建議咧，就會係將一啲嘅所謂嘅高科，第一阿 Dora 提過啦，高科技嘅農業咧就會擺喺堆填區嗰度。有啲堆填區咧就，譬如應該新田啊，喺即係落馬洲附近嗰啲有啲堆填區咧，係講緊20年前已經荒廢咗嘅。咁嗰啲沼氣嗰啲全部已經散晒㗎啦，而家係安全嘅，即係等於葵涌有個單車公園咁樣諸如此類啦。嚇，民建聯嘅建議白紙黑字，即係大家即刻 search 可以揾到嘅，就係可以將啲農田搬去堆填區嗰度就耕田，嗰啲農田咧就可以要嚟起樓 ，OK 嚇。佢就叫綜合農業村。咁你可以問點解堆填區可以種菜啊？係咪即係下邊係垃圾上面要嚟種菜咧？啊，咁答案係唔係嘅？佢咧就會，譬如呢個係垃圾咁樣啦。嚇，咁咧而家就政府就會鋪一層土啦，跟住有垃圾啦，又鋪一層啦。咁總之咧對面咧就會有好多泥㗎嘛。咁當然佢就話我哋唔喺呢度種菜咯。而係喺個地面嗰度咧，就整一啲架，或者好似溫室咁樣嘅嘢，就晾起嘅。就其實係一啲嘅水池嚟嘅。咁係咩咧？就係、是、水耕菜啊嘛。咁呢個就係我哋過去嗰一年啦，或者係譬如我有啲朋友，佢叫做真係做研究啦，叫做做研究，真係好衰啊！真係。成日喺度窒人咁樣，真係做研究嗰啲就會研究水耕啦嚇。佢原因喺2013年3月，政府咧又喺長沙灣同一個地方，就同呢、個蔡聯社嚇就成立咗香港嘅嗰個叫做全環控水耕研發中心啦嚇。咁等陣如果有機會可以即係 search 啲相整出嚟啊！咩叫水耕有冇見過？即係嗰啲點樣種法嗰啲？樓下有間專賣水耕菜喎，嚇，而家好似唔知20蚊啊，平咗幾多 gram 啊？平咗啦，平咗10 gram 啫嘛，一袋仔都唔平。嗰啲叫水耕啦，即係簡單嚟講，好似喺實驗室裏邊，跟住啲人着晒白袍，即係好似沙士咁嗰啲白袍嗰啲嘅水耕菜啦。個意思就係佢係完全唔需要泥土嘅。甚至佢係呢度就講用堆填區啦，但係甚至就係、其實政府嗰個講法就會係用公有大廈啦，即係嗰啲全部係一層層嘅所謂嘅垂直農場啦，係咪？但係個道理係大同小異嘅，就係呢4400幾公頃係唔需要再存在㗎嘛，全部種菜係可以係唔需要用地嘅，就已經可以解決到㗎啦嘛。咁你可以話呢個就係成件事嗰個嘅基本嘅邏輯係嘛？無論係民建聯或者政府嘅講法咧，土地係越嚟越同農業係脫鈎嘅，係唔需要有關係嘅。亦都咁啱線啦，唔知係即係咪撞彩啦？就係、成個農業政策亦都係交咗俾食物衛生局噶嘛。suppose 就同規劃局係冇關係 ，suppose 冇關係啊嘛。或者可以令到阿陳茂波可以匿埋咁樣，唔關佢事係嘛？即係你話我而家背後係要嚟想將啲農地要嚟變成起樓咩？佢完全唔關佢事喎，唔係我局負責嘅喎，咁樣係嘛？OK，咁呢個最基本嘅一個嘅成件事嗰個嘅大嘅邏輯啦。咁好簡單再講就係、銷售佢頭先即係而家嗰個所謂壟斷或者成個銷售渠道嗰個封閉嗰個問題，佢完全當然係唔會處理啦。因為呢班係全部係啲既得利益嚟㗎嘛。咁同樣地咧，就係講緊嗰個基金嘅時候咧。咁我諗亦都係非常之明顯，就係你估而家嗰啲講緊得嗰幾半公頃地嗰啲農場，咁未必唔得嘅係嘛？即係
都可能可以去申請呢個基金或者所謂 matching 同埋你出1蚊，咁政府又會出1蚊。咁但係好明顯就係政府喺過去呢幾年就推緊一啲叫高科技嘅內容。譬如呢套咁嘅嘢喺長沙灣嗰套嘢咧，個入場費佢真係官方網頁寫出嚟咧係接近300萬。你冇300萬，你又唔好玩呢啲係咪？真係一個十斗真係300萬。十斗地嗰啲種水間大概300萬至400萬入場費咯，係啊，但5年都唔會圍到皮。係啊，佢哋賣緊有啲批。即係呢個完全係一個資本嘅遊戲。係啊，所以你話一般小農係唔會參與到，同埋冇可能孭一身債咯，因為佢哋賣緊咧嗰啲菜價，去酒店或者咩，你同佢攞都得6蚊至8蚊批發價，要生 mix。水間係啦，每日有1000噸嗰個產量係。但係正如我頭先講咗啦，即係其實農民唔係特別講，即係佢如果我純粹做緊一個半公頃到嘅咁樣嘅10斗地，就係10斗8斗地啫。5萬平方米就係7斗地啦。佢其實錢唔係真係好多，佢最主要個問題係冇地啊嘛。佢賣唔出啲菜啊嘛。或者其實當然人力都係一個問題啦。咁但係其實講真，而家大部分嘅有機農場佢都會輸入外勞嘅。你唔輸入外勞，你好難真係即係用而家香港嘅人工去請到農夫咁樣。咁所以呢樣嘢就好大程度上唔係農民關心嘅。而政府點解做呢樣嘢？咁當然係同高科技農業係有關係嘅。咁你亦都可以想像到就係邊啲人有資格去玩呢個咁嘅遊戲啦。OK， 另外最後一樣嘢就係其實咧就阿何俊賢頭先提過，佢嗰個叫香港農業聯合會啦，即係唔係講緊我哋啲民間或者係一啲嘅比較係從生態啊、從社區啊、從即係真係從我哋覺得係比較合適嗰度發展嘅方向嘅一班人啦。另外嗰班就係一啲即係主要講緊呢啲傳統嘅公共賽場啦，或者係同原居民啦、同地主嗰個利益比較緊密掛鈎嘅嗰個就叫香港農業聯合會啦。係咩咁重要咧？大家諗下有咩咁重要？尤其漁民啦，當然漁民係更加 powerful 啦，或者更加嗰個利益係更加係整合啦。選民咯。選民咩選民？咁啊，選何俊賢出嚟啦，當然係喺立法會有一席啦。仲有咧？佢哋同鄉事委員會嗰啲即係選票好複雜，唔識講，好複雜嚇。即係農千絲萬縷，因為正如我頭先講緊，其實兩班人嚟嘅。原居民係佢係租地俾你種菜，佢自己係好少種菜。特首選委會嘅主要選民咯。選委會1002票，漁農界有幾多票？60票，5% 嘅選特首嘅票係喺漁農界手上，而喺2012年3月嘅選舉裏邊，呢60票係全部俾晒梁振英嘅。咁我諗你就會明點解會有而家咁嘅新農業政策。咁呢啲錢係其實係俾邊個嘅咧？係嘛？甚至香港農業聯合會即係攞住嗰60票嘅嗰個機構，佢淨係講到明話非常之歡迎呢份嘢。個原因係佢可以吸引一啲已經去咗大陸嘅一啲嘅菜場回流喺香港，甚至係進駐呢個農業園。即係話，雖然佢哋已經可能講緊30年前已經冇喺香港種菜，佢哋當然依然有票喺手啦。所以係有資格翻嚟分咗呢嚿錢嘅。技術當然一樣啦，即係技術當然唔係講緊你嗰幾斗地需要咩高科技啦。同樣地，你係講緊係要去做一啲所謂現代化高科技，咁所以你係需要有一啲新嘅技術支援啦。最後休閒同教育呢個係我一路以嚟係比較覺得係可以推嘅嘢嚟嘅，或者係你。確實喺即係除咗有機菜呢樣嘢之外咧，香港嘅呢個鄉郊，即係尤其係講緊我頭先講嘅嗰4000幾公頃農地同埋嗰13000公頃嘅綠化帶咧嚇，而家係政府不斷係話佢哋係冇用，跟住要嚟變成住宅用地嘅時候咧，其實係我都係想拗一樣嘢，就係佢係其實同郊野公園講緊係4萬幾公頃同埋嚇。加埋呢2萬公頃咧，係講緊
超過6萬公頃，即係講緊香港60%以上，60幾2/3嘅土地咧，就係農地、綠化帶同埋郊野公園，係應該一齊嘅。郊野公園。於是咧，其實係應該係將佢變成一啲我哋城市周邊嘅好多嘅活動啦，嚇，或者係好多嘅教育功能嘅嘢啦，即係唔係淨係要嚟種有機菜㗎嘛，係可以令到佢係大大咁樣提高佢嗰個嘅多樣化啦，或者係嗰個嘅功能啦，嚇，從而你去證明，即係我哋唔係，即係我哋攞住嗰幾千公頃嘅地咧，唔係淨係要嚟種有機菜，而係真係可以好多嘢喺度發生嘅，或者係同我哋成個鄉郊嗰個嘅生態，尤其係因為今年除咗泥土年之外咧，另外好重要嘅一個嘅發展咧，就係叫 BSAT，其實係香港喺3年前簽咗一個叫國際生物多樣性行動公約嚇，咁然之後咧就嗰個公約係規定今年4月開始咧，香港係要執行一樣嘢，係一個叫行動計劃，即係香港係要做一啲嘢去保證香港嘅生物多樣性嗰個嘅可持續發展嘅嚇。咁呢樣嘢亦都係好有關係，就係我哋係咪淨係郊野公園可以做到呢樣嘢咧？抑或其實嗰2萬公頃都係一個好重要嘅，譬如北忽松嚇，係郊野公園外圍嚇，同城市之間我哋應該有一個咁樣嘅，即係譬如城市嚇，中間係綠化帶同農地，咁跟住另外一邊係郊野公園嚇，呢個係一個中間嘅地方，對無論係生物多樣性啦休閒啦、教育等等咧，都係有一個嘅必須繼續存在嘅一個嘅理據啦嚇。咁但係呢樣嘢就係香港極少人去探討嘅問題啦嚇。即係大家可能即係唯一就可能係塱原，即係長春社而家喺度管理緊啦，佢就會將生態保育，即係主要係一個雀鳥嘅濕地保護區啦，同埋係農業去到結合啦。咁但係其實我覺得所有嘅農地都可以用塱原嗰個嘅方法去拗嘅，即係點解要去即係保育農地？咁但係有個危險就係呢樣嘢係即係通常都會講台灣啦，係嘛？民宿啦，係可以產業化啦，係嘛？即係非生產嘅產業化。咁但係台灣亦都有個咁樣嘅危機，就係當你越嚟越多嘅農地變成非生產嘅時候咧，就當然會係亦都會踢走咗一啲原本係種菜嗰啲人啦。譬如有啲講法就係而家台灣嗰啲民宿出邊好似你見到一大片田，跟住好靚，跟住租一晚可能港紙2000蚊，新台幣可能講成萬蚊咁樣嗰啲啦。咁出邊嗰啲田就都係種緊菜啦，種嗰啲菜要嚟俾你影相，唔係要你俾你食嘅咁樣係嘛？即係話太多嘅越嚟越多嘅呢啲咁嘅休閒行業，包括台灣咧，都係越嚟越係整色整水，就多過真係會種到菜出嚟嘅咁樣。咁呢個就會有個 trade off 喺度啦。我都想聽下大家意見啦。即係究竟因為齋種菜始終嗰個所謂嘅經濟效益係好低嘅時候嚇，咁我哋係咪應該都即係為咗保持香港農業嗰個嘅可持續發展，係咪都可以開多少少嘅呢啲咁樣嘅空間？譬如搞民宿啦，係嘛？搞多啲唔同類型嘅教育活動啦。咁當然其實而家好多就變咗燒烤場啦，咁個燒烤場又會鋪晒石屎啊，跟住又淨係燒雞翼啊，即係完全唔同我哋想像嘅農場應該出現嘅嘢完全又冇關係啊咁樣。咁係咪可以學多啲台灣啊，或者係令到香港嗰個嘅農業係多啲唔同嘅想像？咁但係呢個就真係一樣好有爭議性咯。即係呢個就係嗰個諮詢文件嘅第4個建議係啦。咁所以啱啱好講完農戶最關心嘅係土地同埋賣嘅問題但係土地嘅問題頭先已經講咗，政府係點樣處理係嘛？銷售嘅問題完全基本上處理唔到。而技術同錢嘅問題就唔係農民佢特別關心嘅咁但係就係一啲佢原本係一啲大戶啦，可能係大財團啦，主要喺大陸種緊菜嘅人咧，佢哋可能就會更加關心，或者係一啲譬如會特別係有興趣去搞水耕嗰啲人會特別關心嘅嘢就係咁啦。希望清楚咧，因為涉及太多唔同嘅範疇啦，咁我主要就係用呢1、2、3、4、5